这个新冠病毒的疫情随着天气转凉，敢若佫进入另外一波的高峰。咱台湾12月境外选入的病例以印尼籍的移工上多。虽然有规定要摕3天检验阴性，无为着病毒的报告，才会当入来台湾，但是也是无法度有效来防止。卫福部长陈时中讲，上重要的是要有 PCR 检测的认证，才会当再度来开放着印尼籍的移工入境台湾。天气开始变凉，国际新冠病毒敢若佫开始生团。台湾12月确诊有35位，拢是印尼的移工。其中21位拢有入境阴性采检报告，比例真高。卫福部长陈时中讲，要重新开放入境，上重要的是要有 PCR 检验认证的机构。我想最基本的还是要有这个 PCR 检验的这样的一个认证的机构，这样才会比较安心。强调目前各国境外确诊的病例，印尼上侪，目前暂时未甲其他的国家嘛照安尼的方式来处理。另外，新冠病毒疫苗到底什么时阵才做会到？最好的2家疫苗的产能都被买走了，主要是欧美跟日本把他们可能到明年第一季能够生产的量主要都被他们买光了，所以我们在争取这2家上可能就面临到一些困难要去克服，所以这个就看指挥中心到最后他们决定可以买到哪些厂牌的疫苗，买到多少量。原本指挥中心强调，明年6月进前就会使注到疫苗。不过透早陈市长受访的时，伊敢若讲，一切拢要看签约的时间才会当决定。专家烦恼注射的时间愈晚，恐惊失去台湾原本就有的防疫基础。